夢世界，如無世態，越看得真，感想越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梁繼章，平常心開始咗啦。今日同你講個小朋友嘅故事。呢個12歲嘅女仔叫做婷婷，不過咧喺學校個個都唔係叫佢做婷婷，係叫佢做23。點解叫23？因為每一次考試佢都考第23名，即係成績咧係中下嘅。無論幾努力，爸爸幾心急去催谷佢，佢都係考23或者附近嘅位置。有一次有一大班嘅親友嚟到佢屋企，咁大家食完飯就講下，各位小朋友第時想做乜嘢啊？有人話鋼琴家，有人話做明星，有人咧甚至做商界名人，個個都好有呢一個想法，好有理想。直至問到婷婷嘅時候，佢就話：我想做幼稚園老師，帶小朋友唱歌跳舞，或者咧做媽媽，着住一個卡通圍裙喺廚房嗰度做晚餐，講古仔俾小朋友聽。大家呆咗話：咁樣叫理想啊？唔知講啲咩好。爸爸媽媽都好心急，好希望佢咧可以出人頭地，於是為佢安排咗好多嘅補習班啊、興趣班啊咁。到最後得嚟嘅結果就係病咗，做唔到功課，考唔到試，嗰期考試仍然係23名，令到爸爸媽媽好擔心。呢個女好似冇乜大志，讀書又麻麻地，將來會點？直至有一次，老師話俾佢哋聽：最近學校發生一件好得意嘅事。係咩事呢？佢話我教咁多年書，第一次見到嘅啫。嗱，今次咧，原來佢哋課堂咧有一條題目叫做你最欣賞邊一位同學，請講佢嘅名同理由啦。你知唔知道全班咁多個同學都寫你個女嘅名啊？點解？話佢熱心助人，守信用，唔會發嬲，同埋咧對人好好。原來我女咁好噶。翻到屋企，劉太就同佢個女講：婷婷啊，原來班裏邊咧你係英雄嚟噶。佢個女唔出聲，諗咗一諗就話啦：老師話啊嘛，當英雄行過嘅時候，都要有人企喺側邊拍手掌嘅。媽媽，我唔想成為英雄，不過我想成為坐喺側邊拍手掌嘅人。媽媽唔出聲，心裏邊好多嘅感覺都係溫暖嘅。呢一刻，佢俾呢一位唔想成為英雄嘅女打動咗。就算做人太太，做人媽媽，做一個熱心嘅同事，都冇乜唔好啊！唔係一定要做醫生、律師、會計師，其實理想邊有分好或者唔好嘅呢？希望今日你個小朋友揾到佢最開心嘅理想。平常心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名成名門名牌太挑逗，平凡人如何勤勞也不夠，沿途人群內裏虛空物欲補救，為買車追趕生計，然而連生活亦遺漏，炫耀身份只有靠紅酒。